苗栗太湖乡客家人。在我们江马县，没中奖就没错嘛，因为中奖好起练，每一次中奖就会修行5年。为了生活，大家开始种水果，草莓、桃李，一年四季就有好收成，四季也有商机。种姜麻、种水果实在非常的辛苦。73年，家下就开始转型观光果园后，才发现卖铁石比卖农产品的利润较高。姜麻园有好人情，加上风景好，带来的美国的热气，丰富的农村特色是无价之宝。有无限的商机，按样后生人就无需要背井离乡。祖先大兵来姜麻园开荒南变良田，我们也比老姜带嫩姜传承下去。